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5拜三下午嘅客家新新闻，我係陳延洲。來關心武漢肺炎疫情嘅情形發展。啲錯別時間呢，台灣嘅也嘅確診案例係無增加嘅，基建比今早地來繼續來維持咯。嘅定價以下呢，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等等就係開始嘅。喺我哋啲廿八嘅記者會當中呢，嘅指揮中心有搶來關於高普嘅官員，係咪針對一類關於高普分有新嘅防疫措施呢？以下呢就嚟看記者會嘅現場情形。蒋中副組長兼發言人，現在就請我們指揮官跟大家報告一下，那我們這一天的工作的情形。好，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大家好，大家午安哈。那今天我們全部有新增的2例哈的確診的案例，好，那2例都是境外移入哈，一位是60幾歲的女性，案394。還有20幾歲的女性案395啊，都從美國入來的哈。那案394 1月22日到美國探親，3月30日返國，那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哈。這個華航的這個班機裡面的哈，同班機裡面已經有11人確診，那他是第12人。那因為他是前面有11人確診，那本來是居家檢疫，所以改為居家隔離。那4月6號、7號有出現一些酸痛、胃痛、嘔吐、胸悶、發燒的症狀。那8日、10日有衛生單位安排採檢，那今日確診。那所以這一班機中有12個人哈。那案395是1月23日到美國就學，4月4日出現咳嗽、鼻塞、流鼻水、嗅覺喪失的情形，4月13日返國入境，主動申報有前述症狀。那在機場採檢，那今日確診。那總共哈，我們國內到今天有395例哈，那137人，我們現在增加了哈，現在比較多一點哈，137人解除隔離，那6人死亡。那整體的像今天的口罩哈，今天口罩還算是就小孩哈小童的口罩，今天總共這個到4月15號我們中午的時候。總共我先講上一波我們總共付款成功的人數有115萬人，那今天又是新的一波哈，那新的一波今天到中午成人口罩有84萬人的訂，那小童的口罩有7.3萬哈，總共是91.3萬人。那整體世界的疫情仍然非常的嚴峻哈。那我還記得那時候，在這個月初4月3號，整體確診的人數剛破100萬，那到今天才4月15號，13天、12天、13天，今天已經破了200萬，然後那時候死亡的人數是5萬多人，那現在到達12萬多，所以算是這一波來得又急又快，那當然我們會持續的注意。好，那另外有關於就是今天好像 WHO 對我們有一些相關的一些回應所以外交部也跟大家說明一下。站起来。各位好，在這邊僅就WHO 秘書處昨天晚上的一些回應我們這邊做一些澄清跟說明。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針對我國人日前自發性的在美國《紐約時報》刊登促請支持台灣參與 WHO 的廣告，在4月15號回復媒體提問時候，提出13點回應。外交部肯定 WHO 開始認真看待台灣的存在，並且願意公開討論台灣的參與問題。然而 WHO 迄今仍無法抗拒來自中國政府的不當政治壓力，秉持專業及中立的原則接納台灣完整無礙的參與，甚至仍然在其疫情報告中將台灣當成中國的一部分，將台灣納入中國疫區，這個跟台灣完整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會議機制與活動，仍然很明顯，仍然有很長的距離。
我想很多媒体先进都知道，WHO 卫生紧急计划的主任 Michael Ryan， 他虽然曾经在今年初公开表示，WHO 已经就防治新冠病毒，也就是武汉肺炎疫情，跟台湾的专家充分沟通及合作，但是事实上，台湾目前的参与仍然相当有限，不但有碍我国及时取得第一手疫情资讯，更不利我国向其他国家分享台湾模式的防疫成果。外交部强调，台湾完整健全的公卫体系以及成功的防疫与抗疫的经验，是 WHO 推动达成全民军健 Health for All 目标不可或缺的伙伴。然而，因为政治因素，台湾从2017年开始就没有再受邀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而从2009年到2019年，我们申请参与187场 WHO 的技术性会议，但是只受邀参加了其中的57场，被拒绝的比例高达70%。那 WHO 秘书处呢，多半的时候也没有跟我们说拒绝的原因。此外，我国所在地区是属于 WHO 的西太平洋区属，就 WIPRO 负责，但是 WIPRO 持续拒绝跟我方的联系，也未曾提供任何区域内的公共资讯、公卫的资讯给我国。台湾的专家虽然能够参加跟防疫相关的临床管理及感染控制2项网络，但是 WHO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同意邀请我方参加实验室网络。WHO 虽然将我国专家纳入 WHO 国际卫生条例 IHR 的专家名单，但是很少邀请我国的专家出席相关的会议。另外呢，WHO 基于政治的考量，没有办法认证台湾所制造的疫苗，严重影响我国推动疫苗的研发，也对台湾提供疫苗给有需要的国家造成一些阻碍。这些事实都显示，台湾无法参与 WHO， 不但损害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人权，更不利其他国家人民受惠于台湾所能提供的协助跟经验的分享。外交部在这边重申，台湾有能力，也有意愿参与及贡献提升全人类健康水准的各项努力，并且也已经以具体的行动，透过捐赠医疗物资跟分享防疫经验等等方式，积极协助各国对抗武汉肺炎的蔓延。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不但能帮忙，而且正在帮忙。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 那我们认为 WHO 作为主导全球公卫发展、捍卫健康人权最重要的国际组织，本应坚守专业中立的立场，广纳包括台湾在内所有利害关系方的参与。WHO 也应该认知，台湾不受中国统治，只有台湾的民选政府能够代表台湾。外交部在这边再次的呼吁 WHO 尽速跟我国政府直接研商，就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并做适当可行的安排，我在这边重复，完整的接纳台湾参与包括防疫在内的所有会议、机制跟活动。以上报告，请各位参考，谢谢。非常谢谢陈司长哈。那我们到现在就报告到这里哈。那有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哈。部长好，东森想请教一下，案383、案393，还有这次的案395，搭机前他们有没有说明他们有症状？那有让航空公司知道吗？另外，他们通报的 SOP 有没有一些程序？会不会担心引爆其他的疫情？谢谢。383是哪一例啊？那是384，是
是哪可以再说明一下吗？有一对那个美国夫妻一起。哦，是。他有没有跟？你是说跟航空公司讲吗？还是？这个我就不清楚啦。但是他在我们的那个的申报上是有写，对，就是在那个入国的健康申请声明书，所以他们都有在这个机场就采检了，对。那有这样子通报就可以搭飞机了吗？所以他们不舒服，但是有付钱就可以搭吗？想请教，谢谢。这不是付钱，我想讲过，就是说，其实在感冒的人或曾经有感冒的人是非常的多，他只是陈述一下症状，那相关的症状还是要由我们的检疫的医师，来做这样的一个判断。那航空公司并没有办法去判断这样的事情。那不过航空公司现在对于发烧，是有相关的一些筛检，所以他们填这个健康声明并不是对航空公司来填，是对我们入境的检疫来填。是这样子的。部长好，这边信传媒提问，这边想要请教2个问题。第一个想要请教部长对川普停止金援 WHO 的看法。那第二题，目前台湾的疫情有减缓的趋势，那接下来指挥中心的防疫措施会有怎么样的调整吗？比如5·1劳动节的防疫政策以及酒店舞厅的禁令。那目前有声音传出说，接下来欧美逐渐解封后的第3波，台湾可能很难守住。那尤其与台湾互动较为密切的国家，像是中国甚至日新欧美，接下来逐渐解封，台湾要如何在恢复与国际的互动下，维持住目前的防疫成绩？谢谢。第一个大概就是说，美国停止我想这是一个美国对于 WHO 是有在这段时间的一些表现跟态度，那也表现说美国对这事情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做法或者他的一个态度的一个显现，那我们对这个是没有评论了哈。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相关于就是说未来有没有调整？那目前我还是一样讲哈，就是说试着疫情的情况来做变化。然后第三个，对于境外移入哈，那要看我们开放到什么情况。那以目前这来讲，我认为我们这边境的这条线，应该是在几次的修正之后，应该算是蛮完整的，而且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疫情的一个冲击，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我们事实上这条线，如果再把这个居家检疫，不容易在家里好好做的，这个再把它移到我们的防疫的旅馆来，那居家检疫发生的案例也会往下降。好，那这样应该是对于边境上面应该是有帮助的。不好意思，工商时报提问。第一个是有关EMT 救护人员的部分啊，因为虽然 EMT 是编制在消防署下面，但因为这些人员确实会因为救护业务、包机业务或协助确诊者后送等等医疗业务而接触到确诊患者。那薛科长早上在卫环好像有提到，就是说会跟消防署研拟扩大医事人员的奖励范围，纳入这个 EMT 救护人员。那请问这个是何时要定案？第二个是说，新北市即将在4月20号，也就是下周要进行兵棋推演的封城管制，也就是实地演练当疫情到社区感染的时候更扩大的管制。那因为据了解，新北市已经筹划大概至少1个月以上，因为不只动员了市府单位，甚至还找来了民间的零售啊、物流业者等等，多次开会讨论。那想请教的是，指挥中心对于新北市要演练的项目，我们掌握到什么程度？那我们认为兵棋封城是不是有这个必要性？谢谢。2个进来呢，我们大概对于整体未来的一些积极的作为，也分作几个期段，就是有相关的资料提供给地方政府跟主管单位。我们希望各个这样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作为，能够有一些方案。那北县新北市做这样的一个演练，是要让它里面的这样相关的作为能够更完整，我们也不反对。那不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可以提供给县市来做参考，那大家在讨论上可以更完整。不过事实上我们相关的一个指引已经都完整了。
就因为整个预算也没定案哈，我想 EMT 到要编在内政部还编在我们这边，那这有讨论的空间。但我想相关的在整个防疫里面有功的人员、有尽力的人员，那奖励一定不会少。想请问一下部长，我们昨天有中研院的学者何美香，他有特别指出，应该要让14天的轻症患者在14天就应该出院，因为他们可能就虽然有病，核酸检验能够阳性，可是他们应该不具有传染性。那这个在我们这边是不是有相关的规划？第二个，他是指说在夏天的时候病毒活力会比较小，那再加上我们现在病例数持续下降，大部分都是境外移入的话，距离5·1放假也只剩下2个礼拜，那我们5·1的那个周假还会放吗？那管制的方式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管制方式？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夏天恢复我们的比较一些平常民众可以做的一些群聚活动？这个是不是可以？例如说电影院啊、KTV 啊等等之类的，是不是可以再放宽一些标准？这样。这说14天之后就没有传染性，这个假设是非常的大胆的哈。那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那很多对于轻症或是我们急检阴之后其实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高度的危险性？其实现在大家都有存疑在。那不过台湾这里面我们离量非常的远。我们现在的医疗的量能绝对是没有问题。在这一方面，那当然我们有一些准备。万一超出我们的医疗的量能的时候，那相当怎么样来做一个分流，也已经有做好的准备。不但是我们一些医院，的一些扩大它的隔离病房的出来，那或者像再把它移出，这些准备我们都已经有做了。不过台湾现在离那个情况还非常的远。然后第二个，根据天气是不是会有能够转变，我们当然是也抱着这样的希望。那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假设这希望拢有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来观察。那5·1现在并没有说要取消我们这样的一个假日的计划。那怎么样能够做安排一些适当的一些状况，让大家能够生活上面能够更有一些就是比较轻松的一面这我们会来思考。不过还是要持续来观察这几天的一个疫情的变化。虽然到现在离我们现在4月4号这一波看起来有一点时间，看起来已经慢慢的渐趋于安全，不过仍然不能大意。就好像刚才来看看，就是说为什么一直要这样讲说不能大意，不能大意？对，你想想看，4月3号，对，世界才刚破100万，今天才4月15号，现在已经破200万。那台湾当然一定要，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起来整条线我们是守得还不错，像这2天也都没有本土的案例。那但是也没有大意的本钱呐不好意思，联合报这边提问，想要问一下。好嘅，針對健保進行疫情的部分，因台灣健保目前籌備目前增加嘅計劃哦。健保呢，因過去呢，家下中央旅行疫情指揮中心就宣布嘅，總共係增加嘅2例對境外入來嘅確診個案，分別係60人世嘅5星，韓國有20人世嘅5星，嘅其中一個按三包94，就係一個60人世嘅5星哦。佢喺1年大嘅時間有許多美國款親戚朋友，佢哋3月30幾日對美國嘅紐約坐飛機轉來台灣，下後呢就喺新年初6時節又見出現鬼神三元通，韓國有鍵盤鍵鷗，然後呢韓國有發射為相關鏡頭，就喺初八韓國有初10嘅時節，日本衛生單位安排採檢，今年呢就喺健保來確診呢，然後呢認真講佢坐嘅飛機就係講喺3月30對美國轉來嘅飛機，呢台飛機向先前已經有13人確診7位到武漢肺炎嘅，第2例個案1例申報94啲健保確診過後，呢台飛機向全市感染人數總共來到12人按多。
那我今比指挥中心喺特别同外交部的官员强度的非常，主要呢就系我针对就系讲一个 WHO 佢啲筹备时间呢，有针对台湾总地参加上，喺批评讲一个 WHO 冇本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法同安用公法来做出回应咯。既然台湾的外交部呢就系讲，主要呢就系认真讲啲筹备时间呢 WHO 佢就有讲到，其实呢廿多年来呢 WHO 都经同台湾有相关的互通，唔过针对安用的讲法，嘅外交部就认为讲，其实呢廿多年来呢 WHO 都冇办法来对抗中国一个不同的政治力来建议，故所呢就一直冇本台湾来参加一个 WHO 的相关法通。韩国呢喺28日武汉肺炎疫情报告当中，喊老台湾尊做係中国的一部分，其实呢也未係同台湾也下世界情形係冇共用嘅。第二多年來呢，台灣參加一個相關的法通，其實動有限頭，故所呢一次冇辦法，第一加到 WHO 嗰邊得到清醒的公會自信，你冇辦法呢攞台灣的經驗同全世界來分享。佢對2017年起時，喺台灣就冇數到有將去參加像係 WHO 相關嘅世界衛生大會嘅相關法通嘅。佢認真講中國嘅大學，本台灣受到前台影響，就係講一個。全台灣2300萬3年嘅人權都冇受到重視哦，韓國尤其一個台灣嘅經驗，你冇辦法同世界來分享。那我哋當中有呢，就係講像係台灣製造疫苗，你冇辦法得到一個 WHO 嘅認證哦，也對於台灣嘅影響主動態。故所呢外交部媒體片同 WHO 來憲法哦，希望呢家條呢會堅持從呢個立場本台灣來講呢，前主要呢就講希望。喺今年嘅時節，再本台灣用觀察員嘅身份來參加 WHO 大會，韓國呢下來呢，咪希望呢有 WHO 為本台灣完整參加家條嘅相關活動。咁以上呢就係同大家來整理今別會議重點，繼續來看記者會嘅現場情形。是一般人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只是鼓励说，检疫者的本身，最好他能够接触到的人越少越好。那尤其跟相关的比较有风险的，能够接触，尽量要能够避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如果家里面其他人都搬到在外面住，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很适合嘛。而出去的人他并没有什么需要被检疫或者是隔离的情况。中南部的那个防疫旅馆是比较少，中南部的数量没有问题的啦。以现在我们准备让返国者入住，不管是北桃还是中南部，其实那个数量都绝对够。那其实交通部观光局也在跟地方政府也都在持续在增加，所以不用担心。其实在这里面应该是说，其实北桃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好，因为他因为进来的还是最多是从桃园进来嘛，好，那当然我们不希望他一下就要移的时候要移的动线太远，我们也不是那么的喜欢，好。不好意思 ，TVBS 想提问，想请教一下，因为今天早上政院有讲到说，如果1周都出现0确诊的话，就可以开始推这个振兴经济的优惠，想请问一下指挥中心有这样子的考量吗？谢谢。对，如果1周都是0确诊的话，那不过我相信这是一个目标啦，这是一个目标，没有办法当做一个计划，它是目标。我们希望就是说，如果这样的一个至少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开始来恢复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那我们当然是欢迎的。不过这是一个目标。大家好，有声音吗？大家好，自由时报提问哦，想请教部长这边哦，因为最近啊，就是对于确诊者的身份，那他们使用医疗资源的公平性，其实有不少的讨论啦。对，所以想问一下说，对于比如说国人或外国人是否双重国籍，或者有没有纳税等等的差异，在治疗武汉肺炎的费用部分，我们是不是有考虑就是
比如说部分负担或者收费上有一些区别。那还有就是说健保制度也因此被讨论，那是否有考虑要对于除籍加保或者是停付保等相关规定去进行检讨？那第二个问题是说，目前各国对于武汉肺炎医疗费用的支付做法，我们指挥中心这边有相关的资料吗？谢谢。各国的做法其实差异很大的，有些国家也是由政府来指引的，那有些是个人来指引。那我们国家是比较照顾的比较周到，我们是由国家来指引。这是在传染病法上面所定的了相关的隔离治疗费用，那当然有考虑到很多的因素。第一个是限制了人身的自由，那第二个是在社会防疫的这样的一个必要，我们希望能够把干扰的因素减到最低，不会说因为在金钱上面而造成一个传染病的一个扩张，因为它没有这样的费用，不能治疗或者不敢来治疗，反而形成的一个破口，那相对的社会成本就更高。第二个，健保在相关的停付的规定一直在讨论中。那这个大家如果有社会共识的话，那我们也会来做。那还是要回来讲说，在整个健保，它当然是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讲，量能付费的一个精神呐。换句话说，你有收入多少钱，你就应该要来负担多少钱。是这样精神。那因为医疗费用相对是有限，所以它设一个上限。那每一个人都会看病，所以它基本上会有一个下限。大概整体设计的精神就是这样子。指挥官好，我是指挥官好，金州官提问，有2个问题，请教一下，刚刚有提到那个珊瑚公主号是有3名阴性，这参采阴的那个。就是3位是阴性采阴者，他需要付那个采检的费用。那这个他被列为明知故犯，可不可以再请教一下？因为我们2月6号宣布邮轮停靠港，那他们是3月5号的时候登船嘛？那其实我们没有将珊瑚公主号列为感染区。那我们在3月16号才宣布，就是说如果出国得知说我们宣布明知故犯，可能要公布姓名。那我们在将就是说这3位采阴的列为明知故犯的标准是什么？跟其他从国外回来的那些就是说也是有来就是做采检的，是不是有一些不同？那第2点是，其实昨天在零确诊，其实蛮多企业或商家他们其实都觉得，是不是我们台湾本土案例开始就是比较少，也比较没有扩大感染的状况。他们希望可能是不是分流办公，或者是原本那些希望他们避免群聚的状况可以减少。那可不可以请教指挥官，就是说，当然在很多商家或者公司希望经济尽快恢复，那您怎么看？就是说现在商家或企业他们自己在这些指引或者是工作上面怎么去做调整？是不是到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可以慢慢恢复原本他们应该有的那种规则或者是办公方式？谢谢。第二，我要强调就是说，在珊瑚公主号它不会算是所谓的明知故犯了我只是说他们来讲，那时候应该是说相关的风险应该有所了解。我们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是2月6号禁止国际邮轮进来嘛那2月8号，我们保平星号我们登船去筛检。那我还记得钻石公主号，我们是1月31号靠港嘛。那我们后来就知道，在2月5号，日本给我们相关的一些警讯。所以在2月5号过来，我们就发了一个细胞的简讯，让大家提醒大家注意。所以基本上这个讯息就是说，在相关的邮轮是有它的一个风险在的。不过那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感觉到感触那么深，他们就去了。可是去了之后，我们不要把它当作这样的一个违反我们检疫的规定或违反相当的规定，那予以重罚。我们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你去亲身涉险，那只是会来所增加的费用。然后根据这58条嘛，对入出境里面，我们得征收其相关的费用。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标准，去要求这样。
并没有处罚的意思，只是他付他应该要付的钱了哈。哲官还有就第二题，就是有关于很多企业或者是商家的部分，谢谢。忍吧，小不忍乱大谋嘛，这段时间再忍一下。那台湾其实所有的作为跟国外那个强度还是差得非常的多。我们现在几乎是几乎走到这个劝导期的末端了所以我们的还是非常的有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限制。如果跟国外来比，国外之所以有限制，因为国外有些几乎都是封城或是半封城的情况，那每天出去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他们在这情况下，疫情它相对的缓和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退一步来做。可台湾没有，台湾我们现在做的都是非常的缓和，我们靠的是国民的一个素质，大家的一个合作跟配合，把我们现在的防疫现在把它撑住。所以这个配合的困难度没有太高了，我觉得强度不是太强，所以大家就多忍忍。那我相信大家愿意忍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守得更好。客家电视提问，请问一下，今天新增的这个案395，他在美国就有出现症状了，那请问他在上机的时候有主动告知空服说他有疑似的症状吗？再来就是说，他空服的附近的机位有坐人吗？那他自己有穿什么防护的装备吗？谢谢。据我所知就是服务他们在应该是说这个航空公司有询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呼吸困难的这个症状啦，并没有询问他的这个咳嗽，因为他现在出现的症状是咳嗽、鼻塞、流鼻水这些症状，所以他问的症状其实他都没有啦。那至于你说的那个防护衣或者部分，目前是有匡列他前后2排有10位的一个乘客，那他们会居家隔离。那另外还有机组员是11位也是居家隔离以上。我还是要再稍微强调一下了就是说有感冒有症状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并没有办法认定它就是武汉肺炎的高危险群那当然这几个从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高风险区域回来的，当然有症状会被我们高度的怀疑。那进而列入我们采检的对象，但这都是专业在做的。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其实我还是一直想要呼吁，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像我在记者会，我也常常在咳对不对那我坐，万一我要坐飞机的时候，那我是不是要说我就是武汉肺这炎不让我坐？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但所以我这里面最重要就是说，大家都愿意诚实的告知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症状告知，然后呢，让专业的我们的检疫的医师或者我们的医疗人员帮你做判断，那不要把这个东西当作就是说是一种罪过，那否则防疫上面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困难。这是大家一定要大家一起来配合的。那很多嘛当然就是说今天早上就说要做从美国要总采，我讲几个数目让大家参考一下前一段时间我们稍微有做了一段统计，到那时候我得到大概是从欧洲大概3月1号回来到4月6号吧我们做了一下统计，到19000多人从那里回来。然后这19000多人最后有确诊的是172人是172人。那总共我们在机场拦截到的应该是76人76人。然后居家检疫的时候就有症状的我们去采在居家检疫我们采了90人是确诊。然后我们最后不是说对于这些没有以前有症状，又在没有症状，我们再去 review 一些可能的症状，然后再把它拉出来，有可疑症状大概也，那时候是整个报是没有症状的13000多抓出来，说可能有相关的这样症状904人，最后验出来是6个人
好，这是一个好在那在美国比较晚的时间开始，也是做到4月6号，我们总共去review了14000多人了。那这里面在机场被采出来是26人，在居家检疫时候有症状被采出来是29人。好，那在没有症状，经过我们再去反复的再回归，再去查，那有症状的我们再采得到是6个人。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有效率的就有症状，或是我们才有，就是说研判有症状的，从欧洲回来用这样的采的话，我们大概可以采到，大概采检到5.76%。好，我们可以这样子，大概16个，我们抓1个人出来。那美国我们大概会4.1吧，还4.5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会抓出来。那如果我们全部采的话，那我们采检会在欧洲这会0.810.85，那美国的话会大概是0.41，这些效率上是差很多的。那然后看我们在居家检疫完了之后，我们再看它后来我们现在这么多的 case 我们解除了以后，我们之所以现在会去 review， 就是说回来上次讲说从要解隔离之前再来复习一下。好，那这里面我们大概这样的一个33000人里面复习完了之后，大概就抓到12个人。那至于有没有再漏掉的，我们不敢说，但是那比例应该是很低。因为我们全部在这一次的扩大采检，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大概采了1万多了吧。从4月6号、4月7号、4月8号，礼拜一，超过1万多人。那这里面我们并没有采到任何一个案子，这种扩大采检这个方向，那里面有发生的那是另外，那并不是在扩大采检，就是379案嘛。有相关的一个症状，然后去做的，它并没有那样相关的旅游史。好，所以大家要看这事情，就是说整体那大家讲说，我们现在可以一天可以这么多人，为什么不干脆都把它检一检？那这些量能就是我们在等于是在整个在防疫上面，我们就是要保留一定的量能，让我们能够有余裕，遇到任何的状况，就能够马上的去行动。这是一件非常重要，那也是为什么大家讲说要超前部署。超前部署遇到突发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力量去应对，进而让这个体系不要混乱。我前一次常常在讲，就是说在世界过的死亡率超过10的，其实基本上都是医疗体系已经崩溃了。那在医疗体系崩溃的情况下，很多不可预期的情况，无法控制的情况就不断的出来，那反而对社会的伤害会变成很大。所以我们一切的安排都照着一个科学的基础、专家的意见，那然后一边也观察，一方面也精准的，对于高风险的不断的调整我们相关的政策，根据我们的能力跟事后 follow 就是观察的一个情况，那做出最好的一个调整。在目前在采检的政策是这样子的那整体当然你可以讲，就是说，如果以现在来讲，我想再观察个几天，在这里面经过。等于是一个在假期里面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移动的风险，如果没有产生很大的一个伤害，那基本上我们的社区应该是很安全的，不过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公共电视提问，请教一下。那个华航的 CI011的班机，那全机组员大概有336人，总目前有12人确诊。之前指挥中心有说要针对全机组的人员要进行采检，算一算他居家隔离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不晓得目前采检的状况如何，还有多少人在检验中？以上，谢谢。有关 CI011的部分，就是大家知道，目前有12位阳性那这位阳性，今天报告这一例，其实他也是有症状，然后被采检出来的那至于说，总共有340位的一个旅客加上机组员，目前已经采检了326位，那还有14位还在采检中。那除了这12位阳性之外，目前已经检验了296位，都是阴性以上。
长官好，台视提问，想问一下说，就是针对这个有民间发起群众募资，把这个全版的广告刊登上《纽约时报》这边，这样子，指挥官这边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看法？我想民间的自主的活动，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好，那当然民间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我没有评论。你好，中天现在想要提问，就是工研院有研发一个小时内就可以测出无症状者的快筛，想问这样子类似的一些快筛正在持续研发当中，未来会考虑设置在机场或是做其他的用途吗？然后另外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考虑就是依照那个台北市市长他的建议说，我们之后境外入境的话，全部都是先来集中检疫，等到14天没有问题之后再让他们回家。然后最后是想请教说，我们现在美国是境外移入的最大宗，大概有几例的确诊目前是来自美国，那纽约的又是多少人？那滞留在纽约的台人有没有考虑说可以比较像武汉包机的方式帮助他们回台？谢谢。纽约的好像是没有这样算了哈。那我知道前2天的数目是86了，今天再加上这2位应该是88，不过更正确的数目应该89是吧？哈，那我记错了一个哈。那不过我们并没有对纽约的特别做统计。然后这个你看第二个问题说都要把它集中检疫，好，那我那天也回答过了，就是说以这样的一个量能再来讲，我们集中检疫场所没有办法担负那么大的一个量能，好，所以我们再就是说，好，就是要希望大家能够住这个防疫旅社。好，那希望透过这样子哈，能够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防疫的后面这条线能够做得更好。好，那当然，如果有些地方政府认为说要更集中检疫，那能够好来找到一些相关的一些可以做的场所，那我们会好尽全力来帮他们的忙。那想请问一下，那个工研院的快筛会有考虑做其他用途吗？还有纽约的台人会不会比照武汉包机回台？谢谢。纽约的台湾同胞，台湾的包机吗？因为他现在都还是有航班在飞啊。对。刚刚那个工研院呢讲一下，但还是在看，就是说，大家常有些事情没有把它弄得就是说很清楚。就武汉那时候包机是因为中国当局就封城不让武汉人出来嘛，是那样的一个情况。那等到封城了，我们就有相关的这些类包机。那对于武汉以外的，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相关，它也是 free 的哈，这样子坐飞机来走。好，这在美国这我们现在并没有考虑要有相关的一些包机。那当然对有一些区域，哈，有一些国家里面，哈，我们自己的国民，哈，在整个的哈上面说是在转移的时候有很大的困难，我们当然会帮他的忙。就好像那时候秘鲁，在秘鲁的哈，我们那时候也是用一个包机的方式安排一般我们相关的一些旅游的人，然后到美国去，然后再回来。好，所以那个包机也不要把它这污名化了哈，是因应各种实际上的需要，那采取一些必要的作为。好，让大家可以比较自由的移动，是这样的方式。那工研院的快筛。好，至于说快筛的部分的话，现在是我们国内的话，有是蛮多的团体或者是厂商都在进行开发。那我们在指挥中心下面有一个研究发展组那研发组这部分的话，下面有整合的相关多的单位当然包含了我们的国卫院。还有工研院，还有相关的其他我们的科技的单位，那在这部分呢，也在提供厂商这部分的协助或者甚至是测试的工作。那我们相信这会很快的让厂商有最快的速度来知道他们的产品的情形是怎样。那如果有合适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再进一步来考虑怎么样子来应用它。长官好，不好？年代易电视提问。想要请问，目前酒店停业只适用于登记酒店的酒店，像是中山区有很多业者，他们是小吃店啊、饮酒店，但他们还是会有客人，还是能照常营业。那这些不同营业别的酒店，
有没有可能会成为防疫的漏洞？那他们如果酒店私下营业的话，处理的方式跟罚则是300万吗？还是会再加重？那另外珊瑚公主号的3人裁剪，想问他们2采的进度如何？然后酒店女公关379，她的接触者有没有最新的进度？谢谢。酒店的部分，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用营业登记啊，我们是用有没有男女陪侍的酒店跟舞厅。那我也在在记者会上面有说明过，那各县市会有不同的形态的这个，只要有男女陪侍的，我们都一律都是要这个禁止的。那处罚的部分可以用传染病防治法36条、37条来做处理。那各地方县市政府呢，手头上的这个工具也有很多哈，比如说这个违反营业登记，那这个消防安全、公共安全，那还有这个违反都市计划法分区的部分，所以法条都有很多可以来做使用。好，有关珊瑚公主号的3位阴性的就是说旅客哈，那目前2采都是阴性。那另外就是有关这个379的这个他的职场接触，目前已经检验了21例哦。那除了就是阴性有17例，还有4例检验中，那这4例都是职场的接触者哦，所以目前都还有4例还在检验当中。那有关他的感染源还在调查。好，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